喺呢段影片入邊，我哋會根據框線圖嚟揾分佈域同埋4分位數間距。呢個框線圖所示嘅係一組一共有100名小朋友嘅體重嘅分佈。呢個分佈嘅分佈域同埋4分位數間距分別係15 kg 同埋7 kg，而最重嘅小朋友重52 kg。A 部我哋要揾 A、B、C 嘅值。喺框線圖入邊，呢個係最小值。呢個係下4分位數，呢個係中位數，呢個係上4分位數，呢個就係最大值。所以 A 就會係最小值， B 就係下4分位數， C 就係最大值。已經知道最重嘅小朋友重52 kg， 即係呢個係最大值，所以 C 係等於52。然後因為分佈域係15 kg， 所以52減最小值，即係 A，就會等於15，所以我哋就可以得出 A 係等於37。我哋知道上4分位數係49 kg， 同埋4分位數間距係7 kg， 所以我哋就可以揾到 B。49減 B 等於7， B 就係等於42啦。嚟到 B 部咯，而家再有4個小朋友加入呢一個組別入邊，而且其中2個人嘅體重都係45 kg。呢4個小朋友嘅體重嘅分佈域係9 kg， 德明就宣稱呢一組小朋友嘅體重嘅分佈域一定會保持不變嘅。你同唔同意呢？等我哋嚟諗下，分佈域係由最大值同埋最小值嚟決定嘅，所以當我哋喺一組數據入邊加入新數據嘅時候，如果要保持分佈域不變，一定要滿足乜嘢條件呢？就係新加入嘅數據唔能夠細過原本嘅最小值，亦都唔能夠大過原本嘅最大值。咁我哋嚟睇下呢4個新加入嘅小朋友嘅最大同埋最小嘅可能體重係幾多？設45 kg、45 kg、X kg 同埋 Y kg 做新加入嘅4個小朋友嘅體重，其中 X 係細過或者等於 Y。先考慮另外嗰2個新加入嘅小朋友嘅體重都細過或者等於45 kg 嘅情況，即係 X 係細過或者等於 Y， 而且 Y 又細過或者等於45。換句話講， X 就係最小嘅可能體重啦。由於呢4個小朋友體重嘅分佈域係9 kg， 所以 X 就等於36。36係細過原本嘅最小值37嘅，所以我哋其實已經可以判斷到分佈域係會改變嘅。題目要求我哋要解釋，咁我哋就計一計新嘅分佈域同原本嘅分佈域比較一下，然之後寫低結論啦。104個小朋友嘅體重嘅分佈域係52 kg 減新嘅最小值36 kg， 即係等於16 kg， 同原本嘅15 kg 唔一樣，所以體重嘅分佈域係會增加。而我哋係唔同意德明嘅宣稱嘅。其實你都可以考慮另一個情況，就係另外嗰2名新加入嘅小朋友嘅體重係大過或者等於45 kg， 睇下係咪可以得出相同嘅結論。呢度有一個提示俾各位，當有2種可能嘅情況嘅時候，如果你測試嘅第一種情況係符合宣稱，你一定要測試埋第2種情況先至可以確認結論係咪成立嘅。譬如果喺呢一度呢4個新加入嘅小朋友嘅體重分佈域係8 kg 而唔係9 kg， 咁最小嘅可能體重就會仍然係37 kg， 同加入4個小朋友之前係一樣嘅。呢個時候你就需要揾出最大嘅可能體重先至可以得出結論，就係咁樣啦。